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慢慢讲过一句俗谚语，讲歹瓜教子，歹人教英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读做教，歌拗教第7条。咱生活中常常用到这个教，读教是读鼻音，教是形容物体表面和下骹的距离较大，咱就讲较高。像讲这本册真高，若颠倒变的词就是宝。高会当形容质量的程度较济，或者是讲物件较大，咱拢讲是高。像讲气味较重的薰，咱讲高薰；若酒精量较悬的酒，咱讲高酒。气味真重，咱讲高味。面皮真高，唔知见效，咱讲是高面皮。若真食放尿，咱讲高尿。做代志爱用真侪气力，咱讲高工。若是讲一个人的礼数真周至，咱讲伊高礼数；若歹性地，咱讲伊高性地。歹斗阵的人，咱讲伊够刷刷；受过操烦，咱讲够操烦；爱讲话的人，咱讲伊真够话。这日文音读做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高兴，这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心机真重，或者是心肝真矮。第二个词读做高欠爽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真迷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嫌犯有影是歹人高兴，要做歹代志进前，拢会先去庙里拜拜，也佫会看日，有影是高欠爽。终其尾也是闪袂过法律的制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高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母音读做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